本傑明富蘭克林係美國最重要嘅開國元勳之一。有一日佢去拜訪一個前輩，當佢入門嗰陣時，佢唔為意嗰個門框係咁低嘅，佢一頭就撞落去啦。出嚟迎接佢嗰個前輩就咁講啦：好痛咧，但係呢個係你今日嚟探訪我嘅最大收穫。一個人要想平安無事咁樣生活，就必須時時刻刻記住低頭。呢個就係我今日想教你嘅嘢啦，唔好唔記得啊！富蘭克林就記住佢呢個教導，就將佢列入佢一生嘅生活準則之中。彼得前書5章5節都有咁講：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，就是你們眾人也要以謙卑束腰，彼此順服，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